如果你能夠以上帝嘅視角去俯瞰宇宙，你會發現一件極度震撼嘅事實。你今日坐喺屋企睇緊我講嘢，呢一刻同你20年前第一次拖女朋友隻手嘅心跳，甚至係你將來老咗行唔喐嗰陣嘅喘氣聲，竟然係同時存在嘅。呢個唔係科幻電影嘅橋段，亦都唔係宗教嘅輪迴講法，而係現代物理學最前沿、最堅實嘅結論。物理學一代宗師愛因斯坦用佢一生心血推導出嘅相對論，早就話俾我哋聽，時間根本唔會流逝。所謂過去、現在、未來，其實係一個完整嘅整體，佢哋一齊存在，一齊凝固喺宇宙嘅骨架上面。如果你覺得呢個講法太瘋狂，或者你係第一次聽到，咁你嘅世界觀好可能即將被徹底顛覆。不過你放心，我哋今日所講嘅每一個字都有堅實嘅物理實驗做後盾。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多呢啲顛覆常識嘅物理知識，想用科學嘅眼光去重新睇一次你嘅人生，記得即刻撳個訂閱掣，跟手撳埋個鐘仔。我哋呢個頻道物理哲思錄每日都同你哋拆解宇宙同人生嘅奧秘。我哋下個鐘就會直接進入正題。我哋平時點樣去理解時間呢？每朝早起身望一望個鐘，飲杯茶，食個包，然後搭車返工、放工、食飯、睇電視，最後瞓覺。我哋覺得時間係一條由過去流向未來嘅河，一去不返。你返工嗰陣，時間過得好慢；你去旅行嗰陣，時間又過得好快。呢種就係我哋日常最熟悉嘅時間流逝感覺。但係愛因斯坦用佢畢生嘅智慧，一嘢就推冧咗呢個傳統嘅時間觀念。佢嘅狹義相對論同廣義相對論清清楚楚咁話俾我哋知，時間呢樣嘢根本就唔係絕對嘅時間，會因為你行路嘅速度快慢而改變，亦會因為你企喺唔同嘅引力場嗰度而改變。呢個唔係紙上談兵，係經過精密實驗證實嘅。我哋舉一個最貼地，你哋日日都用緊嘅例子，你哋依家睇片用手機，手機入面有個 GPS 定位系統，你今日揸車去邊度，搭巴士去邊度，甚至你行路行到邊條街，手機都一清二楚。呢個 GPS 系統能夠咁精準，完全係靠太空上面嘅人造衛星。而呢啲人造衛星，佢哋飛行嘅速度好高，同時佢哋離地球比較遠，感受到嘅地球引力比較細。根據愛因斯坦嘅相對論，衛星上面嘅時間流逝速度同我哋企喺地面嘅時間流逝速度係完全唔同嘅。物理學家做過最精確嘅實驗，將極高精度嘅原子鐘擺喺飛機上面，飛完一圈返嚟，同地面嘅原子鐘一對比，發現飛機上面嘅時間真係比地面嘅時間慢咗幾千萬分之一秒。呢個係微乎其微嘅差距。但係 GPS 衛星因為要計得好準，佢哋每日都要用相對論去矯正呢個時間差。如果唔矯正你部手機嗰個 GPS， 一日之後就會偏離幾公里咁遠。呢個鐵一般嘅實驗事實證明咗我哋嘅時間係會受空間同速度影響嘅。既然時間可以被扭曲，可以被拉扯，咁佢又點會係一條死板板永遠不變向前流嘅河呢？既然時間可以扭曲，物理學家就開始提出一個更加震撼嘅概念，叫做快宇宙。快宇宙嘅理論認為，宇宙其實係一個四維嘅實體，長闊高呢三個維度係我哋平時感受到嘅三維空間，加上一個維度就係時間。呢個四維嘅實體入面，每一件事發生，無論係你今朝飲早茶嗰陣，服務員遞俾你嘅嗰杯奶茶，定係你10年前嗰次同屋企人嘅激烈爭吵，甚至係你將來走嗰一日，你最後望住個天嗰一刻，佢哋全部都係呢個四維宇宙幾何體入面嘅一個固定點。用一個最通俗嘅比喻，你嘅一生就好似一條好長好長嘅意大利粉，由你阿媽生你出嚟，到你第一次返學恨到收唔到聲，到你第一次拍拖，到你第一次升職加薪，到你第一次做老豆或者做阿媽，到你退休，到你最後閉埋眼，呢幾十個甚至幾百個畫面，佢哋全部都已經寫好，已經擺咗喺宇宙個書架度。係條意大利粉係完整嘅，從來都冇斷過，亦都冇變過。我哋覺得時間喺度過，
根本唔係因為時間真係喺度行，而係因為我哋嘅意識好似一部投影機咁，我哋嘅大腦係只能一格一格咁去睇呢條已經擺好嘅時間錄像帶。因為投影機播得慢，所以你覺得有過去、有依家、有未來。但係喺物理學家眼中，成卷錄像帶由第一格到最後一格，全部都已經係現實，全部都已經係真實存在。佢哋從嚟都冇消失過，亦都唔會遲到，更加唔會提前。呢個就係現在、過去、未來同時存在嘅物理基礎。唔好以為呢個只係理論，係冇證據嘅。其實我哋現代科學，無論係用量子力學定係用宏觀嘅宇宙學去研究，到今時今日都係傾向支持嗰塊宇宙呢個講法。愛因斯坦當年講過一句好出名嘅說話，佢話對於我哋呢啲相信物理學嘅人嚟講，過去、現在、未來嘅區別只不過係一種頑固嘅幻覺。呢句話就係嗰塊宇宙理論最核心嘅靈魂。我哋再講深入啲去睇下呢個理論對普通人有咩實質嘅意義。我哋好多老人家成日都會後悔，尤其係夜晚瞓唔着嗰陣，一張開眼就會諗起以前嘅嘢，後悔當年太蠢，冇趁平買樓，搞到依家仲要還貴租，退唔到休，日日為兩餐煩惱，後悔當年太顧住自己，冇好好咁錫住個老婆，搞到佢埋到成身都係病，老嚟要受病痛折磨，後悔當年太忙，只顧住揾錢，連老豆老母走嗰日都趕唔切見佢哋最後一面。呢啲遺憾好似一條好粗嘅刺，深深咁插喺心口度，你一路想拔佢，一路就插得越深。如果你係用傳統嘅時間觀，你會覺得呢啲後悔係冇得補救嘅，因為過去已經走咗，你永遠都追唔返。呢種無力感係好折磨人嘅。但係如果你明白嗰塊宇宙呢個物理學定律，你會有一個極度震撼嘅領悟。原來所謂過去根本就冇走咗，佢仲喺度，佢同你依家坐喺張鞋上面睇我講嘢係一樣真實嘅存在。你後悔冇買到樓嗰個時刻，你遺憾冇好好錫老婆嗰個畫面，你趕唔切見老豆老母最後一面嗰個場景，佢哋全部都仲存在，永遠存在喺宇宙嗰個時空坐標上面，唔會消失，唔會腐爛，亦唔會變淡。呢個諗法能夠俾你一個最大嘅心理安慰。我哋成日以為時間可以沖淡一切，原來時間唔係沖淡，而係將一切永恆地保留落嚟。你後悔嗰陣嘅焦慮，同你依家生活安穩嘅平靜，佢哋喺宇宙入面係同時並存嘅。既然嗰件事已經發生咗，而且佢永久咁存在，你再去同佢鬥氣，再去咬牙切齒咁後悔，其實係一啲用都冇。因為你點樣後悔，你點樣諗，佢都已經擺咗喺度，唔會因為你嘅後悔而改變。物理學話俾你聽，你應該要同過去握手言和，唔好再同舊時嘅自己過唔去。你唔使再為以前嘅事而內疚，因為佢永遠都係你人生錄像帶上面必不下數嘅一格。你需要做嘅係接受佢，承認佢，然後同佢共存。你要明白，嗰個曾經做錯決定嘅你，同依家呢個懂得反思嘅你，其實都係你。你唔能夠抹走過去，但你可以用依家嘅平靜去包容當年嗰個衝動嘅自己。呢個就係物理學帶俾我哋嘅人生智慧。跟住落嚟，我哋要探討一個更加深層，亦都會令好多人覺得恐懼同迷茫嘅問題。既然我哋一生嘅每一步好似寫咗喺一本好厚嘅書上面，每一頁都已經印好，連結局都定死咗，唔會變，咁我哋仲有冇自由意志？我哋今朝決定食乜嘢早餐，我哋決定行邊條路返屋企，我哋決定幫唔幫個仔俾首期買樓，係咪全部一早都係注定嘅？如果你覺得係，咁你可能覺得人生好虛無，好冇癮，覺得既然結局一早定咗，我哋仲捱嚟搞咩？我哋仲咁搏命做咩？甚至有些人會覺得，既然都係注定嘅，我哋不如乜都唔做，等命運安排就算啦。呢個問題，物理學同哲學界爭拗咗成個世紀，到今時今日都冇一個絕對嘅結論。但係我哋可以換一個角度去諗，時間線雖然係固定嘅，呢個係宇宙嘅物理結構，但係你點樣去行呢條線？你踩喺呢條線上嘅每一腳
係用力踩定係輕輕踏你行路，嗰陣係笑住行定係苦住口行，呢啲嘢係由你自己決定嘅。物理學上呢個叫決定論，但係呢個決定論同我哋嘅自由意志並唔存在絕對嘅衝突。你諗下，我哋好似去睇一部已經知道結局嘅經典電影，雖然結局你早就知道，但係你依然可以好投入咁去欣賞男主角每一個表情、每一個決定，甚至你可以因為佢過程嘅精彩而感動到喊。如果電影每個角色都因為即視覺而演得求其，咁呢部電影就唔會好睇。做人亦都係咁，你知道結果係定咗，但過程依然由你掌控。你知唔知依家嘅科學界其實有一種好流行嘅講法，叫做多世界詮釋。佢話其實你每一個決定都會分裂出一個平衡宇宙出嚟。你今日揀咗向左走，呢個宇宙嘅你向左走，但同時喺另外一個平衡宇宙，你揀咗向右走，你嘅人生就完全唔同。你嘅每一個動作都喺度寫緊一個獨一無二嘅時空坐標。你嘅努力、你嘅拼搏、你嘅操勞，全都會成為呢個宇宙裏面呢條專屬你嘅時間線上面最重要嘅養分。你唔使覺得努力係冇用嘅，因為你嘅選擇決定咗你嗰條時間線嘅質感。你係一個演員，你唔能夠改個劇本，但你可以決定你點樣演，演得好唔好，甚至你演得好，呢個劇本就算係悲劇，你都能令觀眾流下感動嘅眼淚。講咗咁耐，我相信大家對呢個物理學同人生嘅關係都有咗初步嘅概念。我依家想問下大家一個切身嘅問題：如果將來真係好似物理學家咁講，你嘅一生由出世到走咗，所有嘢都已經寫定咗，咁你哋覺得我哋每日咁辛苦返工，搏命揾錢，甚至為咗仔女操心到白髮蒼蒼，仲有冇意義？你哋係咪會覺得好虛無？定係覺得既然結果定咗，我哋更加要好好享受過程，將每件事做到最好？如果你係我，你會點樣看待你接下嚟嘅日子？好希望你哋可以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我好想睇下你哋嘅真實睇法係點樣看待呢個宿命論。你哋嘅留言會係我拍片嘅最大動力，記得講多啲你哋嘅真實感受。我每一句都會認真睇。我哋繼續將呢個話題拉返去物理層面。其實物理學上仲有一個好得意嘅概念，就係時間係冇箭頭嘅。平時我哋覺得時間有箭頭，就係由細到大，由生到死。呢個其實係熱力學箭頭，係因為宇宙嘅熵喺度不斷增加，能量由有用變成冇用。但係喺純粹嘅物理學基礎層面，例如牛頓力學或者愛因斯坦嘅相對論公式入面，時間其實係對稱嘅，即係話如果宇宙可以向前行，理論上佢都可以向後行。呢個概念又再進一步印證咗，時間可能唔係一條單向嘅路，而係一個完整嘅四維幾何體，所有嘅點都定死喺嗰度。宇宙就好似一粒完美嘅鑽石，無分前後。當然，我哋人類生活唔可以倒流，因為熱力學定律唔容許我哋逆轉熵增。但係呢個概念再一次證明物理世界入面時間嘅本質係靜止嘅。我哋成日話要活在當下，但係點樣先叫活在當下呢？好多時候我哋會俾過去同未來綁死。過去嘅失敗令我哋依家畏首畏尾，做任何決定都驚出錯。未來嘅不確定性令我哋依家焦慮不安，瞓唔着覺。但係如果你真正明白到過去、未來同依家，佢哋其實係同時存在嘅，你就會發覺你其實唔需要為過去太內疚，亦都唔需要為未來太憂慮。你依家嘅每一分鐘，其實係你人生呢條時間線上面唯一你可以主觀去感受嘅一段。你感受得好，呢段就係美好；你感受得差，呢段就係痛苦。所以真正嘅智慧係將過去放低，將未來放鬆，完完全全咁投入喺依家呢個物理現實入面。你唔好去計較呢個決定會對未來造成咩影響，你只係要感受當下呢一秒，你係咪真心，係咪快樂？呢個道理其實同我哋中國人傳統嘅智慧係相通嘅。佛家講萬法皆空，因果不空。物理學嘅嗰塊宇宙就係某種程度上面嘅因果不空。
你喺呢個世界上做過嘅所有嘢，都會喺呢個時空中留低痕跡，而且呢個痕跡係永恆嘅。你唔需要怕老，因為老只係你條時間線上嘅一個狀態，你永遠都係嗰個年輕過嘅。你依家可能70歲，但你20歲踢波，30歲追女仔，呢啲畫面佢哋無時無刻都喺度，係物理上嘅真實存在。所以年紀大咗，唔需要恐懼死亡，因為死亡只係你依家呢段投影嘅終點，但係喺投影機嘅另外一格，你依然係活生生嘅。你嘅20歲，你嘅30歲，全部都在死亡，唔係一切嘅終結。佢只係時間線上一個必然而又自然嘅坐標。你唔會消失，你只係變成宇宙歷史入面一個永恆嘅紀念碑。我哋再講下呢個理論點樣影響我哋同屋企人嘅關係。呢個係我作為一個物理哲學創作者覺得最動容嘅一個部分。好多香港老人家臨老過唔到世，好掛住走咗嘅老伴或者走咗嘅仔女，那種白髮人送黑髮人嘅痛係難以用說話去形容嘅。我每次睇到新聞，見到有老人家因為思念過身嘅親人而鬱鬱寡歡，甚至終日以淚洗面，我個心都會好翳住，好難過。但係如果你相信塊宇宙呢個物理概念，你會有一個好大嘅心理安慰。物理學清清楚楚話俾你聽，你走咗嘅屋企人，佢哋其實冇消失，佢哋只不過係喺呢條宇宙時間線上面，你部投影機暫時播唔到過去嗰段影片，但係佢哋50歲或者30歲嘅樣子，依然永恆地存在喺宇宙嗰個坐標上面，佢哋嘅依家依然係嗰度，佢哋其實一直都喺度。雖然呢個諗法唔可以改變佢哋走咗嘅物理事實，你依然見唔到佢哋真人，你依然摸唔到佢哋隻手，但係呢個概念可以令你對死亡嘅恐懼同失去嘅痛楚減輕好多。你諗下，佢哋係去咗一個你暫時睇唔到嘅時空位，而唔係化成虛無。你知道佢哋依然存在，你心入面嗰份牽掛就會變成一種跨越時空嘅感情，係唔再係一種令人窒息、無法自拔嘅悲傷。你唔會再覺得佢哋離你而去，你會覺得佢哋只係行先你一步，去咗宇宙嘅另外一邊等。你物理學竟然能夠給予人類情感上咁大嘅撫慰，呢個係好多人一開始諗唔到嘅。我哋成日講物理學係冷冰冰嘅，係一條條複雜嘅公式，一啲人情味都冇。但係我要話俾你聽，物理學其實係最浪漫嘅學科，佢用科學嘅方法去驗證咗我哋中國人傳統觀念裏面，即係靈魂不死或者輪迴嘅概念。雖然物理學講嘅係物質同能量上嘅存在，並唔係真係講靈魂，但係對情感上嘅慰藉係好大嘅。你可以諗下，宇宙實在太龐大啦，100年對宇宙嚟講連1秒鐘都唔算。你嘅一生喺宇宙漫長嘅歲月入面，可能只係一粒極細嘅灰塵，但係呢粒灰塵佢擁有自己一段完整嘅故事，有佢自己嘅甜酸苦辣，而且佢永久存在。呢個存在就係對你生存過嘅最大肯定。你唔係一場空，你唔係嚟呢個世界行一趟就乜都冇晒。你嘅笑聲，你嘅眼淚，你嘅堅持，你嘅放棄，全部都已經老老實實咁刻咗喺宇宙嘅骨架上，唔會吞噬，唔會被磨滅。講到呢度，我又想問多大家一個問題。我知道好多老友記心裏面都有一個永遠放唔低嘅人，可能係你早年走咗嘅老豆，可能係你養過嘅一隻好乖巧嘅貓狗，甚至係你當年因為一件小事吵架而冇再見嘅最好嘅朋友。如果物理學話俾你聽，時間真係唔會流逝你心裏面掛住嘅，佢哋只係去咗時空嘅另外一個位置，而唔係真正消失你嘅心。係咪會冇咁痛？你會唔會因為這個物理理論而喺深夜裏揾到內心嘅一絲安慰？你哋心裏面最放唔低嘅係邊個？大家留言講下你哋嘅心底話啦。我每次睇留言都會覺得好感觸，因為物理雖然硬，但係人性係軟嘅。你呢個留言可能唔止係講俾我聽，更係講俾你心裏面嗰個人聽。透過我哋呢個物理哲思路，將你嘅思念傳到宇宙另一個時空角落，話俾佢知你從未忘記佢。
好啦，我哋今日用咗咁長嘅篇幅同大家拆解完呢個愛因斯坦嘅嗰塊宇宙理論，我哋用翻一句說話嚟總結：時間唔係一條河，時間其實係一座山，過去、現在、未來全部都已經坐落喺呢座山上面，佢哋一直並存。你改變唔到過去，因為佢已經係山上面嘅岩石，大石砸死蟹，你點推都推唔走。你睇唔清未來，因為山峰太高，你望唔到山後係乜嘢風景，但係你可以好好咁去享受、感受你依家企喺山腰呢一刻吹緊嘅涼風，睇緊嘅靚景。我哋成日話往事不可追，其實物理學家都係用呢個邏輯去睇時間，因為佢就係咁樣存在咗，你點追都追唔返。你做錯咗唔使死撐，要接納佢，因為佢已經係宇宙實體嘅一部分，永遠都改唔到你同佢對抗，只係為難你自己展望未來，亦都唔使太驚青，因為無論你點樣驚點樣行，未來都係你人生呢條時間線上面必須經過嘅終點。你驚又好，唔驚又好，佢都會如期而至，所以最重要嘅係好好把握。依家你今朝食嘅菠蘿包係咪好食？你今日見到嘅陽光係咪溫暖？你同屋企人講嘅一句說話係咪真心？呢啲嘢先係真正屬於你嘅。如果人類只係宇宙裏面一粒塵埃，咁我哋嘅意識就係呢一粒塵埃上面最神奇嘅光。我用物理學去睇時間，唔係要你哋恐懼，唔係要你哋覺得人生係虛無嘅，而係要你哋釋懷。要你哋放下。愛因斯坦留俾我哋最大嘅遺產，唔只係核彈，唔只係相對論，而係佢話俾我哋聽，時間係一個溫柔嘅騙局。我哋以為失去咗嘅嘢，原來全部都仲喺度。你哋唔使再怕老，唔使再怕死，因為喺宇宙嘅時間線上面，你哋永遠都係嗰個獨一無二、閃閃發光嘅自己。如果你覺得呢個物理學嘅角度對你思考人生有啟發，對你放下內心嘅沉重包袱有幫忙，記得一定要撳訂閱同鐘仔，將物理哲思錄加入你哋嘅日常關注。我哋以後仲會講好多關於宇宙、關於量子、關於人類命運嘅神奇知識。你哋嘅支持係我繼續拍片嘅最大力量。我哋下一條片會繼續同你哋探討宇宙同人生嘅關係，帶俾你哋更多顛覆認知嘅物理真相。老友記，你哋要好好生活，保重身體，因為你哋嘅每一秒都喺宇宙入面永恆不變，永遠發光。